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睇呢一個 video，我係易經商嘅 Easy。今日咧我哋就講下內地人如果想落嚟香港工作或者生活有啲乜嘢方法。總共嚟計咧係有3個方法去申請㗎。第一個咧就係高端人才輸入計劃，咁亦都好多人講嘅高才通啦。咁第二個方法咧就係輸入內地專才計劃，或者一般人講嘅專才輸入專才啦。而第三個咧就係優秀人才入境計劃，或者啲人就講優才啦。今日咧我哋會傾下高才通或者高端人才輸入計劃，呢個計劃係點樣嘅？喺申請嘅時候咧，咩人先可以申請咧？就係喺香港政府指定嘅世界100強大學本科畢業。本科嘅意思就即使係呢個學士學位畢業。即時碩士就唔得㗎啦，咁咧喺學士學位畢業咗之後，咁你揸住個畢業證書，呢個係第一個要求嘅條件。如果你唔係啲世界100強大學畢業咧，有另一個方法，就係喺申請之前嘅年薪1年嘅薪金係唔少於港幣250萬嘅。咁如果你符合呢2個條件嘅是但一個嘅話咧，其實就可以申請高端人才入境計劃啦。喺申請嘅時候咧，我會覺得比較簡單，因為只係需要呢2種條件，係唔需要有僱主資助嘅，亦都唔需要話已經喺香港揾到一份工嘅。咁申請咗之後咧，大概6至8個禮拜咧就批到出嚟啦。咁申請雖然比較簡單，咁但係續簽咧嘅時候咧就比較花功夫啦。通常申請成功之後咧係會有2年嘅時間，之後就要續簽。續簽之後咧，亦都會有2年嘅時間，之後再續簽第2次之後咧，就有3年嘅時間，即是話2+2+3，咁就7年啦。咁之後就可以申請香港嘅永久居民身份證啦。咁佢申請咗之後咧，如果要續簽要有咩條件咧？就係1，你可能喺香港揾到一個僱主，揾到一份工，咁咧帶同家人喺香港居住啦。咁呢個就最理想。咁但係如果你唔係一個打工嘅，唔係受聘嘅，你可以做自己嘅生意，即係話你去成立一間公司喺香港正式地做生意，例如有自己嘅業務啦，有自己嘅辦公室，或者聘請香港本地人等等。咁只要係證明到間公司係營運得妥當咧，續簽嘅時候咧都冇問題㗎。咁所以咧喺續簽嘅時候，我建議咧大家可以揾一啲中專業人士啦，或者好似我哋咁專幫人哋去做呢啲簽證工作嘅一啲公司啦，咁就可以幫大家咧係處理嘅啦。咁今日咧講高才通就講到呢度，咁下一節咧我哋就會講輸入內地人才計劃係點啦。希望下一次見，拜拜。